我哋首歌咧就叫做《感覺逃避症》，咁就出咗啦，準備出啦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哋想訪問下大家，有冇啲時候係你以前有經驗係你好有衝動想去做一件事，哇心都卜卜聲咁想去做㗎，但係你都冇做到。就有感覺唔想做，跟住就不斷將佢擺喺後邊，即係譬如好似去旅行嗰啲乜嘢啊咁樣一路，即係有好多因素影響啦。我自己養貓養得多，咁就瞓咗身行開向同人行，跟住就一拖下一年又一年咁就，因為我本身入去日本讀書嘅，咁就諗住翻去日本，咁就點知一拖就拖咗10幾年，就仲未做到呢邊。我曾經心動想全職做氣球，最後我逃避咗，我揾咗份正職，我間中先做氣球。而家我係小學、中學啲時間，咁講翻開來奧運打得好出色啦，香港隊去100% 投入晒所有嘅時間力量去，可能去做一項運動啦，咁但係最後就跟住因為學業就跟住就去繼續。咁如果俾你有一個再揀多次嘅機會，你會唔會做？我都會一樣。O.K. 食艱難嘅食真係好艱難嘅。係。但我睇過本書就講係你嘅人生嘅使命，未必係你嘅工作，你人生嘅使命都可以係你自己做。講得好，都冇得後悔嘅啫，係今次。O.K. 心動着，身體卻後退，心入面不相信是對。你哭過來，怕在心愛誰，夜晚不經意哭出半杯水。心動後擔心再被拒，不寂寞孤單裏面對，情感多你就突然後退，害怕又再修補。